来，请问你叫啥物名？王丽美。嘿。来第一百道内面你画啥物？袂记哩啊，较早的袂记哩啊。无啦，这张。哦，这张啊，哦，这是天灯啊，对不对？是吗？这风吹吧。这风吹对，嘿，这是风吹无？啊，这风吹啊，除了风吹，还有啥？啊，就看人咧放风吹，真水，真古锥，嘿啊。你有在倒位看人放？在西丽大桥遐，嘿，遐足济吼，嘿，遐足济拢咧放风吹。我袂晓放，袂晓，较早拢做事人。问伊就好，较早拢是做事人。啊，你感觉放风吹，你看人放风吹，心情是安怎？看着真欢喜啊！安尼在顶面咧飞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在风咧吹咧飞啊，看着真水，真古锥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即摆会想要去放风吹无？啊，袂啊，脚就无方便。袂啦，你有请一个人塞你的，共你塞轮椅吼，啊，你手就。出门无方便，真烦恼。出门因招我要去倒，我嘛烦恼去啊。招我要去爬山无啊，我无法度好去。朋友斗相共者。好来，第二张你画啥物？树叶啊。树叶啊。啊，你这几叶树叶啊，你画了感觉安怎？画树啊，看着讲安尼四界环境真好安尼。嘿啊，有树啊，有叶啊，啥吼，安尼环境较凉较好安尼。安尼啊，定定扫涂骹了，敢会足忝的？我无咧扫，阮查某囝咧扫。阮厝足济油漆，看到知足济。嘿。逐个早就爱扫。嘿，逐个早阮查某囝就爱扫，伊无扫伊袂放心，扫扫才上班。哎呀，无法度啊！啊，妈妈无叮当，伊就爱做啊，对无？对啦，拢嘛互相诶，嘿，较早甲照顾，啊，伊即摆甲你照顾啦，对无？好啦，谢谢，安尼就好。好，谢谢。对啊，足够讲诶啊，哪会无物件吼？